各位聽眾，你哋好，歡迎嚟到我網台。今日繼續跟進鼎爺一家爭產疑雲事件。今日重點探討就係，如果喺思明冇立遺囑嘅情況之下，要點樣去申請呢個遺產承辦？原因係呢，原來有一個方法呢，係可以呢，大媽漢呢唔需要通知細媽號，而能夠攞到一個呢遺產管理書，做一個呢遺產承辦人。或者係遺產管理人，有咗呢份嘢就可以呢放咗啲物業，管理啲遺產，即係思明啲遺產。哇！被個細佬兒可以呢提早放咗九龍塘嘅物業，千幾萬喎，大約個市值咁都得。係啊，大家一齊聽聽，值得聽，立即開始。首先呢，睇睇如果香港遺產承辦嘅做法，本來睇重點，睇下重點先。最主要呢，就係話清點遺產與負債，列出死者。再講所有嘅資產銀行戶口啦、物業啦、股票啦及負債，甚至係留意翻銀行裏邊保管箱裏邊嗰啲嘢都屬於遺產之一嘅。大家留意翻好快睇確認遺囑冇遺囑方面，今日集中睇冇遺囑有遺囑就唔使搞啦，唔使我今日講啦。喺冇遺囑嘅裏邊，由死者親屬即係大媽漢同細媽豪啦，咁兩個咧都係親屬啦。根據翻冇遺囑者遺產條例順序申請遺產管理書。留意重點就係一個叫做遺產管理書。留意有呢份管理書，一書在手，天下理有，即係遺產理有有權放咗個物業，即係話九龍塘嘅物業。大家留意呢度先，一陣再長講。睇咗啲步驟先。重點步驟3隻，申請準備文件要準備死亡證，記住死亡證超級重點，身份證、逝者嘅身份證啦，遺囑一個親屬關係證明等親屬關係證明，咁呢度咪就係嗰個出世紙咯，好簡單。提交申請去邊度就係高等法院，香港高等法院喺金鐘嘅遺產承辦處提交文件。最重要第5點，提交完都係想攞嗰個授權啦，即係嗰個管理書。法院審批咗審核無效之後呢，發出授予書。繼承人憑此文件提取資產，記住憑呢個文件提取資產，放資產、放物業、攞遺產、入保險箱，諸如此類。哇！咁就重複嗰句，一書在手，天下我有，遺產我有，就係咁簡單。跟住下一 part 講下呢個無敵嘅遺產管理書超級無敵書。都係一書在手，遺產我又睇啦。遺產管理書是香港高等法院遺產承辦處簽發嘅法律文件，有法律嘅地位噶，授權出嚟噶，授權指定人士即係遺產管理人，又叫做遺產承辦人咁即係話大媽同細媽啦。在死者冇遺囑，記住冇遺囑，遺囑無人執行時，管理及分配其資產，記住管理同分配資產即係可以放資產，記住這與有遺囑嘅遺囑認證不同，係唔同噶。申請人通常需依據冇遺囑者遺產條例中親屬優先次序進行申請，適用於銀行存款。係啦，銀行存款、房地產，哇呢度好精喎！房地產九龍塘嘅物業大佬，等遺產處理，有個等字喎，即係仲有好多個，即係思明可能留下好多遺產噶嘛，大佬。簡單理解，如果你唔明咁大堆嘢呢，就係話一書在手，遺產你有。如果你咁都唔明，再簡單就係一書在手，九龍塘嘅物業錢就你有。咁都明啦啩，大佬咁都唔明，咁我唔知點解啦，大佬。再跳睇個超重點作用梗係有用啦。作用記住，超級無敵有用就係賦予管理人，邊個申請到呢本嘢呢個書就犀利把炮啦，就係有一個法律權力去清點，去清點點下嗰啲遺產，收回遺產，收回遺產，支付死者債務，稅務啦，並將剩餘嘅資產按法律規定分配給受益人。最緊要係可以去清點清咗佢，清咗九龍塘嘅物業，清全部有權放晒佢，記住有權，因為呢本書就係權力嘅書。哇！另一重點，本台做晒就話申請途徑向香港高等法院遺產承辦處提出。OK， 地址如圖就係金鐘道38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3樓。
最後超重點，想攞遺產就要有必備文件，就係死者死亡證明，即係死亡證啊！好快讀埋就係身份證啦，與死者嘅關係證明啦，如結婚證、出世紙，記住出世紙喺呢個 case 咁啊，死者遺產證明。跟住第三重點啊，咁勁嘅遺產管理書，一般幾時有？申請咗幾時有啊？快啲出啊，大佬，我要放物業啊！你唔好質興我啊！你而家想質興我啊？答案就係一般需要5至7個星期，咁啊，約需1個多月就批出噶啦，吓咁快？OK， 好快下一拍，思明離世係2026年3月21日啊，記住。跟住又用 AI 幫手，如果問啊，遺產管理書弟弟沒有死亡證，死亡證在哥哥手，他們現在不和，咁啊，弟弟可否申請遺產管理書？即係頭先嗰個一書在手，遺產我有嗰本啊，超級勁書，咁啊，分回自己合法家產呢？咁啊問佢。答案係可以，好開心，放心晒，弟弟完全可以在沒有哥哥配合嘅情況下自行申請遺產管理書，並分回合法遺產咯，咁樣啊。重點就係有我嘅嘢，我要攞翻，媽媽留俾我就係我嘅，我就係我，唔係爭，不用爭，因為係留俾我，我有份，係我嘅。係我應得嘅，冇錯啦。另一超重點，你不需要向哥哥討回呢個死亡證，作為死者嘅親屬，你可以直接向入境事務處死亡登記處申請死亡證嘅核證副本，即係 Certified True Copy。哇 ，very good， 有個 copy 就得啦。做法淨係帶個身份證同埋證明你與死者嘅關係，即係出世紙咁就得啦，去做啦。好快跳睇個用途，這份官方發出嘅副本即係 copy，在法律上與正本具同等效力一樣嘅啫，可用於申請遺產管理書。記住，一書在手，遺產我有，呢本超級無敵管理書，記得去申請攞翻自己嗰份啊，大佬啊，唔係細佬，細佬係，記住你合法噶，阿媽留俾你嘅，你應得噶，細佬。到跳睇呢個遺產分配，弟弟能分多少係弟弟係嘛？即使由哥哥一人成功申請成為遺產管理人，在法律上啊，他不能獨吞財產，記住，他不能獨吞呢個財產哦。身份嗰度就話遺產管理人只是負責法律程序和分配嘅人，不代表他擁有全部遺產。留意呢點，跟住下一點。到法律追責啊，可以追責噶，追翻佢噶嘛。若管理人私自侵吞，記住私自侵佔啊，係侵佔，話不按法規分配，哇唔按法規分配啊，咁啊獨佔嗰啲嘢啊有可能噶嘛，咁就搞錯啊，咁啊弟弟有權啊，記住弟弟有權入稟法院控告其失職。Really 超級重點就係如何對付不配合嘅哥哥，點做呢？咁啊睇重點。咁當然係可以透過律師向法院申請強制持有死者資產證明人交出文件啦。咁其實可以做下一步先嘅，存檔知會備忘啊。如果擔心哥哥偷偷申請，記住偷偷申請，話講得咁貼切嘅，偷偷申請遺產管理書並轉移資產，弟弟應立即向呢個高等法院遺產承辦處存檔一份知會備忘。記住寫封嘢，即係去嗰度寫封嘢啊，快啲去啦。咁就話一份知會備忘。咁啊寫啦填啦，快啲搞啦！咁啊，這能阻止法院啊，在未通知弟弟嘅情況下批出遺產承辦書給哥哥。讀咗字就能阻止法院在未通知弟弟，係咪就話唔通知弟弟嘅情況下批出遺產承辦書給哥哥啊？哇，真係陰公，恐怖！重點係弟弟有權知道任何嘢噶嘛，弟弟係人嚟噶，大佬 ，OK， 唔係淨係哥哥係人啊，弟弟都係人。有權知道合法攞遺產，媽咪嘅遺產，記住 ，OK。再睇呢個重點，弟兄姊妹通常平分遺產，係佢合法有權噶，大佬，記住啦，細佬。係啦，跟住呢就有個建議步驟噶，我覺得第一點最緊要防止偷步先啊，即係去高等法院啊，頭先嗰度呢就做一個知會備忘，等法院知道先，唔好批出呢個遺產管理書先，即係話我細佬都申請緊啊，大佬咁樣，係咪細佬？而家是但啦，大細佬一齊去啦，好咁啊，好快睇埋個建議步驟之後，就下一點，死亡證最快幾時出？留意重點就係冇乜特別，就係當日即時領取呢個死亡證，咁快係。
好，今日每 part 都好緊要啊，記得點讚訂閱啦。OK， 3月21號思明離世，留意如果23號申請呢個死亡證，即時嗰日攞到，咪2日後通知呢？會唔會係咁呢？我俾晒資料大家諗諗啦。OK， 再睇下我呢個精心整嘅時間表，咁就下一邊即係4月份。哇，咁啊，4月23號即係1個月後啊，即係2026年4月23號思明呢就係火化啦嘛，係咪啊？22號設靈堂啦。OK， 嗰啲嘢啦，咁留意數多7日就係頭7就係30號啦，跟住就點啊？補充翻呢度23號已經去咗30日，去咗1個月啦。記翻個重點，遺產管理書今集重點呢個無敵管理書最快個半月就出到，留意。咁過埋個頭7，跟住呢，昨天個訪問大約係23號，大仔大媽漢呢就出咗個訪問話要做49日嘅法事嗰啲嘢嘛，49日。如果由呢個30號加49日，大概去到5月尾噶啦，大佬，甚至就去到6月噶啦。如果數思明離世3月21號數到大約個半月，最快應該就係大約係5月14號5月14號，即係大約個半月噶啦，嗰個遺產管理書批出噶啦。如果有人申請咗咁就如果等2個月啊嘛，2個月都會出啊嘛，大約啦，咁就去到5月28號就會出呢個遺產管理書。好簡單總括，呢度我想講咩呢？5月14號應該就係最快，如果攞到個遺產管理書就可以賣樓噶啦，就係咁簡單啦。咁明唔明啊？咁如果再等起碼都28號應該都會有呢份遺產管理書批出噶啦，明唔明白啊？大家咁仲要如果話嗰個等到個法事完，都差唔多過咗5月份啦，5月尾去到6月啦，大佬明唔明啊？出咗個管理書啊！好，所有今集重點資料睇晒，今集就係想講，提議呢細媽就快啲去做呢個遺產管理書啦。因為呢，如果啲物業賣咗之後呢，想搞翻話要分翻啲遺產之後咁嗰啲手續係非常之麻煩。第二點想話呢個資料來源嚟自一個堅嘅台堅嘅台嘅資料俾翻所有嘅 credit 佢。咁但係本台呢，就加晒所有圖片好多圖片落去嘅，咁作一個更多嘅參考。第3樣嘢咁就可以大家呢，藉住呢件事即係鼎爺一家呢個爭產疑雲事件呢，就可以睇到原來事態係可以咁樣發展嘅。我哋密切留意事態係咪咁樣發展啊？當然，如果豪仔知道咗正如佢睇到呢個堅台或者我呢條片呢，都希望佢最重點就係提議佢同埋 X 如果睇到呢條片咁就呢，記得去做翻呢個遺產管理書啦，好唔好啊？因為呢係你就係你嘅啦冇爭到係你嘅，因為係媽咪俾你嘅，記得去攞翻啦，做呢個遺產管理書。OK， 好，今集呢又去到呢度先啦，事件已經去到下一個階段啦，希望雙方呢各自攞翻自己應得嗰份呢，就完咗呢件事啦。OK。